听到优美的天籁美声，就知道荷兰美声 Martin Herkens 来了。今年在台南的首场演出，就献给100岁的佳琪高中。市长黄伟哲也特地来见证这个里程碑。今年也是台南400，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一起缔造历史。100年来的严格，其实就是台湾教育史的一个严格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历经多次改制与更名，100年校庆是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契机。在典礼中表扬33位在学术、教育、政治、艺术等领域成就卓越的杰出校友。唱红白沙屯妈祖、粉红超跑的林珊就是校友之一。知名广播主持人蓝轩、立委陈亭妃等人也获选，上台领奖时都分享自己在校园时的回忆。老师讲话一定会被打断，老师上课一定会被打断，只有讲到这一点，大家都会觉得对，你就是加这必要的。其实我现在最怀念的是，每次一进到学校，那下了课放了学就脱下裙子，穿短裤打排球。另外鼓励在校生追求梦想，更首次设立优秀青年校友奖。乐天女孩林梦洁惊喜获选，现场男学生不但举起布条应援，台上还来秀一段。这里有一种家的感觉，然后一种很温馨的感觉。我爱佳琪。切下生日蛋糕，佳琪100周年，整年透过学生的展览专题与校友会的系列活动隆重庆祝，终于圆满。未来学校将持续培育人才，迎接下一个璀璨100年。记者双怀台的报道。